这位华景姑娘，乃是药王谷的传人。说起来，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拜入药王门下。如今见了华景姑娘，真是上天眷我，得偿所愿啊！师父在上，受徒儿3拜。别磕了，我药王谷不会轻易收徒。师父请受我最后一拜。都说了，我不是你师父。我深知药王谷不会轻易收徒，我只愿今生所至，即是为快。那你就等着吧。此乃我毕生心愿，还望师父成全。谁是你师父？师父大人有大量，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。我不是大人，也没有大量。师父还请受我最后一拜。我不是你师父。让我磕，不准磕，磕了，不准磕。